好在花莲地动了后，地动尾是一直咧来到单，已经要超过900届。这地动七保中心就提醒讲，这个地动事例要未结束，所以民众千万都要有这个防灾的准备。另外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连续有2波风面会来影响台湾山区，伫个地动过了后，这土质是加较松软，所以提醒民众尽量莫去山区。大台北早起有人澎湖为了方便报道，北部、东北部甲东部地区转为低渐中雨的天气。拜四开始，会阁有一波锋面通过，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天气会淡薄转凉，各地落雨会阁较明显。星期四的时候，受到锋面通过的关系，金门、马祖北部、东北部，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都会可能下短暂阵雨或是雷雨。中部地区和澎湖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。至于南部，则在山区午后会有短暂降雨的几率。气象署提醒，虽然方面有浪澎，犹原有日头出来，也毋过南山阵雨累积落来。伫地动了后，土质搁较松软的东北部地区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建议民众避免去山区活动。地动七保中心统计，403花莲7.2大地动了后，累计地动尾已经超过900件，当地16也阁继续有规模4以上的地动尾。4.2、4.3这样的余震还是零星的在发生，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民众，这个地震并没有结束，还是要保持警戒。地动七保中心提醒，地动了后，地表应力调整，伫西北部地区也继续有一寡地动产生，因为目前科技犹原无法度预测地动，民众加强防灾准备，也毋过无需要过度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